感谢是我的圣经，哈利路亚。我感受到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不是要先准备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。我感受到衣食住行很重要，但是，我们早上起来究竟第一件事情要穿什么衣服？我认为佩戴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。佩戴耶稣基督，吃什么？我认为不是吃中餐、西餐，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餐。我觉得吃神的话语更重要，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地上这些那些，人活着是靠神的话语，所以吃神的话语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在旅行之中住这个旅馆住那，我说住哪里一样，最要紧是住在耶稣基督里，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心里有平安。感谢主。行，往哪里行？跟随耶稣在光明中行。阿门。